一步走错，悔之晚矣。我也实在没料到那吴三桂会败在皇上的手里。叔叔虽然主和，那也是为了皇上。何况后来，后来臣就是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啊！皇上会以为我轻视了他，明珠更会借此大做文章。叔叔已然觉出什么了吗？我的折子，皇上往往不屑一顾，那份冷淡与疏远，连大臣们都看得出。臣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该到了宠辱不惊的年龄了。可我担心的是娘娘。历来前殿后宫紧紧相连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若真有3长2短，必定会连累娘娘在后宫的地位。为此，臣这些日子实不甘味呀。昨天我听到了几句闲话，说陈护和惠妃亲得如同母子，真是这样吗？娘娘，如果还是因为以前那件事纵容惠妃，那就错了。这是在宫里，宫里要的是心计，要的是皇宠，不能菩萨心肠。哎呀，娘娘可千万不能糊涂啊！这惠妃争夺的可不是孩子，那是皇上的心啊！陈护作为长子，皇上必然疼爱。他笼络陈护，自然就更得皇上的欢心。假若有一天我一旦获罪，明珠就会借此发难，这废后不是没有可能呐。叔叔说的这些都有道理，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做什么。头一条是要拿掉顶在娘娘头上的这块石头。叔叔，你要……娘娘必须把陈护夺回来。陈护是皇上的嫡亲长子，也是将来的皇帝。如果我们牢牢掌握住陈护，投鼠忌器，那皇后就会永远是皇后，咱们索家就会保住一辈子的平安。我们亏欠惠妃的已经够多的了，我真的下不了这个手。何况她有皇上的旨意撑腰，没有人敢把她和陈护隔开。刚刚储秀宫来人又把陈护接去了，尽管我这心里有1000个不愿意，也是无可奈何呀。难道就不能想办法让皇上撤回这道旨意？除非老祖宗。对，娘娘不要怕闹出事情来，只有闹，才能闹到老祖宗那儿，老祖宗也好开口为娘娘说话呀。来，多吃点儿，小神护。你也多吃点。姨娘，这菜的好吃，我天天都想来。神护说什么呢？嗯，也说给皇阿玛听听啊。哟，他说呀，这里的饭菜做的好吃，他想天天来这儿吃。小东西，不说给皇阿玛听是不是？好，皇阿玛也有悄悄话说给你姨娘听。哟，来。你会是个好额娘，你放心，这会让你有自己的亲儿子。姨娘，皇阿玛说什么？告诉我，告诉我。小陈护啊，你皇阿玛说呀，我们陈护呢是天底下最好的好孩子。我有天下最好的皇阿玛。哟，来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来。大人说的太对了，老奴早就恨得牙根痒了，拿咱们的小阿哥就巴结皇上，太没有脸皮了。要不是皇上有旨意，就是拼了性命，老奴也得跟他理论理论。生气当不得事儿，要紧的是想出办法来。
要做什么？大人尽管吩咐，老奴绝没个不走。既然陈护常在他那里，就想办法弄出点闪失来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千万不能伤了小阿哥。哎，自然不能是大闪失，要让惠妃有口说不清，这样太皇太后才能出来讲话，皇上也才能收回旨意呀。嬷嬷，我先回避了。好，皇阿玛给，皇阿玛给你，给皇上请安。告诉皇后，小阿哥在我那里进不上了。是。小陈护，跟嬷嬷一起回去。来，我想跟姨娘一起回去。哟。好，姨娘啊，跟你一起回去啊。那就请皇上先行一步，臣妾随后就来。好。孩儿恭送皇阿玛。陈护，好好听你额娘的话啊！来，拿着。来，陈护，我们走。慧儿给主子请安了。啊，陈护，饿坏了吧？额娘还给你留着好吃的呢。我都吃过了，皇阿玛还和我们一起吃的呢。主子放心，小阿哥吃得很好。姨娘教我写字，皇阿玛直夸我。姨娘还做了首诗给皇阿玛看呢。你姨娘是才女，没有人比得了。走，咱们进屋去吧。啊，皇后主子，我就不进去了，皇上还在御花园。啊，去吧，别让皇上等急了。小陈护啊，你要听额娘的话，姨娘明天再过来看你，明天给你做更好吃的啊。哟，走。哎呦，你看看你脏的！刚才在和姨娘说什么？我告诉你。哦，为什么？我和姨娘说的话，谁也不告诉。什么谁也不告诉？我可是你的亲额娘啊！姨娘也是我的亲额娘。你说什么？姨娘也是我的亲额娘。小主子，哎呦，别哭，别哭，啊！是额娘回来了，不哭了，你是额娘的心肝宝贝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要告诉姨娘，我再也不回来了。小主子，小主子。皇阿奶，孙儿给皇阿奶请安。皇阿奶这是怎么了？自己的儿子没了，也不能去抢人家的儿子。皇阿奶，这是在说什么？我是说你那个惠妃，皇上快去坤宁宫瞧瞧吧。贺舍里都被他气得病在床上了。有这样的事？一天到晚把小陈护拢在自己的怀里，弄得亲娘不是亲娘，姨娘不是姨娘，这算哪门子事儿啊？皇上也太娇宠了他。孙儿这不是为了补偿他的丧子之痛吗？那也该有个节制啊。我听说，皇上有日子没去坤宁宫了。是，那是因为我知道，是因为所土。人无完人，岂能无错？
那也要看他犯的是什么错。这索额图反对撤藩，是因为他看不起孙儿，他认为孙儿不是他吴三桂的对手。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看不起孙儿的人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该连累赫舍里呀。她毕竟是你的皇后。索额图就是仗着皇后的威仪才敢这样放肆，而且孙儿也不想让这后宫变成他索家的天下。这朝廷上是明珠与索额图，这后宫是皇后与贵妃，这样斗起来，你就不怕这皇上当得不安宁吗？皇上笑什么？王阿奶放心吧，他们这样争斗，孙儿才好左右掌控。要是他们不斗了，那我倒反而觉得不安宁了。王阿奶想说什么？皇上的霸气和心机，很像一个人。谁？你的马夫，太宗皇帝。孙儿还是第一次听皇阿奶这样夸奖我。哎，皇阿奶放心吧，您的话，孙儿都记在心里了。今天我就宿在坤宁宫。不管怎么说，赫舍里也是陈护的亲儿女。再说了，她也是皇阿奶给我选的第一个女人呢。皇上，快躺下，快躺下。娉婷说身体不爽，没有什么大碍。太医来过了吗？回皇上，来过了。太医说只要调养调养就好了。皇上，奴才斗胆的说句话，皇后主子可不是调养调养的事儿。要说的朕都知道。陈护呢？惠贵妃把小阿哥留宿在储秀宫了。惠妹妹，她是为了让我安心静养。宁嬷嬷，奴才在。去把陈护接回来。额娘有病，儿子理应该陪在身边。是。等等，陈护现在肯定已经睡下了，夜里风凉，别再惊动他了。你们就下去吧。是。朕明天就去跟惠妃说，叫她不要常来接陈护了。孩子一天天大了，也该沉下心，在额娘身边学学做人的道理了。臣妾谢谢皇上。朕一直忙于打仗，冷落了你。臣妾知道。今天朕留下来陪你。轻着点儿。好了，好了，出不了什么大闪失。您老放心，滑下来也就是点皮肉伤。你肯定这是他们常来的地方？这些日子辰时一过，惠贵妃肯定带小阿哥来这里玩。谢谢嬷嬷，记住了，打死也不能说出去。这，走吧。主子，皇上走了。嗯。小阿哥的事儿，皇上怎么说？说是让惠妃不要常来接他了。皇上真是这么说的？嗯。这我也就心安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我是说，怎么今天惠贵妃还不把小阿哥送回来呀？主子，我得去把他接回来。既然皇上发了话，就等他送回来吧。主子，
我这个心里怎么那么不踏实啊？不踏实什么？那位惠贵妃跋扈惯了，皇上这么一说，我担心她对小阿哥。不会的，他要是存什么坏心，何必要等到今天呢？皇后娘娘，储秀宫来人说了，贵嫔娘娘带小阿哥去园子里面玩了，说是一会儿就会把他送回来。啊，主子，怎么了？我这心里突然慌得很，也许是这屋子太闷了。啊，主子，那我们到花园里去走走吧。姨娘，您接着说呀。好好好，姨娘啊，接着说。老人家养的这匹好马呢，后来有一天啊，跑丢了。跑丢了？大伙儿啊，就忙着安慰他。老人家正哭着，哟，那匹好马自己跑回来了，而且啊，还带了几匹滚圆的好马回来，大家又来忙着给他贺喜了。哎，成户，成户，快去拦住小阿哥！小阿哥，主子，小阿哥。皇上，都怪我没有拦住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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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神的不让小阿哥去了。我的孩子，不会舍朕而去。救活他！朕要了你们的命！臣该死！臣该死！臣后，不要下朕啊！100年之后，朕还要把江山交给你呢。不要下朕！来，朕带你去玩。陈护，你是朕最好最好的儿子。再叫一声阿玛，啊！你听到了吗？再叫一声阿玛！小小孩儿心里哭啊，哭吧，哭吧，梦里去。小阿哥走得很安详，脸上身上都规制得很干净。皇上怕你伤心，特别吩咐让你不要过去了。小阿哥的死因，皇上正在叫人查呢。是啊，陈护正在听惠妃讲故事，怎么会突然爬到假山顶上去？这假山石镶嵌得牢牢固固的，这小孩子加一把，怎么会落了呢？是啊，疑点是不少。我听人说，小阿哥是去扣石头顶上的风筝，
现在这只风筝是从哪儿飘来的还不知道呢。看来这件事情不那么简单。素妈，事发的时候在场的下人有几个？你都给我去叫来。就2个婢女，因为怕追究责任，都投了湖。我已经猜出点眉目来了。老祖宗是怀疑惠妃？哪有人肯伤自己的孩子啊？我疑心的也不是他。也怪皇上不懂广施恩泽的道理，独宠一个女人，早晚要宠出祸事来。要陷害惠妃，也不该拿小阿哥的命啊。他们也是未必要护陈护的命。按常理，就算从假山上摔下来，如果不是后脑搁在石头上，也只是伤点皮肉。皇子受伤，足够让他们大做文章了。人无二过，上次的事，要是我狠狠心查出究竟来，也不至于再出今天这样的事。老祖宗，您就别太责怪自己了。哦，皇上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您要去瞧瞧吗？等等吧，这也是考虑。泰国儿女情长是做皇上的大忌，这一关没有人能替他闯得过去。世上能像老祖宗这么拿得起放得下的，也真不多。拿不起放不下，又能怎么样？当初我的冤情你是知道的，要是新马有将，还有先帝和现在的皇上呢，事情总有个轻重。为了江山，为了儿子，不想舍得，也不能不舍呀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这皇上还不来？没有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时辰了，这皇上怎么还不来？人家没有事儿。索大人，皇上2天没临朝了，究竟出了什么大事啊？这倒真是怪了，除了3大节，皇上从来没有这样过。是没这样过。明大人，您也不知道？皇上有谕，今儿个的朝议免了，各位大人请回吧。啊，这里有事儿了。纳兰公子，纳兰公子，梁公公，小阿哥的事，公子听说了吧？嗯。皇上怎么样？饭不进，茶不饮，那眼神让人看了都害怕。公子还是去劝劝吧。奴才纳兰性德给皇上请安。今天大臣们又在乾清宫空等了一场。
皇上不是要做千古明君吗？闭嘴吧！什么千古明君？朕的2个儿子死于非命，朕却束手无策。朕算什么明君？算什么千古帝王？皇上春秋鼎盛，来日方长。够了，无聊、无趣、无味。朕已经做了17年的皇上了，有过几天顺心的日子。好了，谁想要这个皇位，这就让他拿了去。皇上，不能再喝了。皇上要喝，就喝个够，醉生梦死也算是一种快活。奴才说错了吗？既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做您的3阿哥一样声色犬马，何必为了祖宗江山受这样的折磨？而且我看，3阿哥也就是做阿哥的命，那就不要在这乾清宫里误国误民了。放肆！今天我纳兰性德。就是要痛痛快快的放肆一回，因为我面对的早已经不是那个心怀大志的康熙皇上了。你敢这样跟朕讲话？为什么不敢？反正你已经打定主意不做皇上了，我怕从何来？三藩尚未根除，百姓还在战火中流离失所，城户之死固然令人悲痛。可是能与被生灵涂炭的千万子民相比吗？你身为皇上，肩挑日月，龙御天下，本该忧天下之所忧，乐天下之所乐。可你却为一己之悲，自暴自弃，自怨自艾。不知来日在列祖列宗面前，皇上能为自己说些什么？纳兰性德，你不仅不是个好皇上，也并不是个好男人。你替你的女人们想过吗？皇后的丧子之痛可以想见，惠妃待程护如同亲生，孩子就摔死在她面前，柔肠寸断之心也可以想见。在这种时候，皇上想到的却只有自己。难道你是要让他们知道，他们失去的不只是孩子，还有让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皇上吗？来，奴才说了这么多大不敬的话，就等着吃皇上这一剑。怎么，皇上磨来练去，连杀人的勇气都没有了？不信朕会杀你。好，朕今天就杀了你。血是个好东西，它冲掉了朕心中的尘垢，减缓了朕的痛楚，它给朕带来了新的勇气。纳兰，纳兰，朕给你传御医。啊！奴才没有大碍。朕知道，你刚才是有意激怒朕，你是在用命来唤起朕的勇气。朕谢谢你。皇上拨云见日，奴才就是真的死了，也心甘情愿。你刚才的话
深深地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这玉做如铁，不断揉长，是长不了这份江山呐。你是真的好兄弟，朕今天要好好赏你。奴才为的不是赏赐，你可以不会，但朕不能不赏。可朕也实在想不出该赏你点什么。赏你珠宝玉翠，那是亵渎了你。如果皇上实在要赏，那就满足奴才一个念想吧。你说。慢着，千万不要说你要离开朕的话。奴才想入后宫，去安慰安慰惠妃娘娘。如果皇上……好了，你刚才还在劝朕不要用情太深，你难道就不怕这爱所不能带来的后果吗？无论什么后果，奴才都愿意承受。她是我的亲人，也是我曾经爱过的女人。眼下的处境，不能不让奴才为她悬心，所以奴才别无选择。好吧，朕就答应了你。谢皇上。主子醒了。我为什么没有拦住他？陈虎，是姨娘不好，是姨娘不好。姨娘应该紧紧拉着你的手。姨娘是个不吉祥的女人。主子，不要这么说。宫里很多人都在议论，说是有人故意杀死小阿哥，嫁祸给主子。你说什么？不是奴婢说，是很多人都在说。这件事说起来，的确有不少让人疑心的地方。牢牢的石头怎么会经不起一个小阿哥？而那风筝又怎么会恰好挂在那石头上？当时跟在我身边的是阿秀和梅儿吧？叫他们来见我。阿秀和梅儿都已经投湖自尽了。主子还是好好求求皇上，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事查清楚，再也不能像原来一样不明不白的了。你说的对，把桂喜叫了来。桂喜，惠主子，你给我查清楚，那个挂在假山石上的风筝是从哪儿来的？记住，不准惊动任何人。这。慢着，管理后院的公公有你熟识的吗？有奴才的同乡。你秘密的找到他们，让他们仔细查看那颗滚落的石头是不是提前有人做过手脚。奴才明白。奴才谢主子恩典。你去吧。这。禀主子，纳兰公子来了。奴才纳兰给惠主子请安。你，主子不必奇怪，我到这里来，是皇上恩准了的。表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。你怎么会想到我这儿来？我是担心小城户这场突然的变故会击倒了你。好，还好。你的表妹已经不是几年前的惠儿。主子能放宽心，我也就心安了。
表兄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替我出出主意。小陈护的死大有隐情。隐情？你听我细讲。启禀皇上，他们来了。怎么样？查清楚了吗？皇上料的不错，假山顶上那块石头果然被人松动过。奴才盘查了后园的管事，据他说，头天下午坤宁宫的宁嬷嬷带着一名粗使太监到过园子里。那粗使太监呢？自打出事后就没了踪影。奴才们以为宁嬷嬷的嫌疑极大，可是她很受皇后主子的宠信，没有旨意，奴才们不便行事。这样，你们在坤宁宫布下人，只要看到宁嬷嬷出宫，立刻查清她的去向。去吧。所以我断定，小陈护的死不是意外，只不过他们想陷害的人是我，却不想机关算尽，害死了陈护。好可怜的孩子。主子的确不是几年前的慧儿。我在听你的主意。刚才主子说的条理分明，只是皇后绝不会牵扯其中。陷害我就是为了他，他怎么能脱了干系？主子听我说，母子情深，无论如何，他也不会拿自己的孩子冒险。也许索额图和宁嬷嬷才是最该怀疑的人。我不管他扯上什么人，反正一个也不能放过。我要为陈护报仇，也为我那没有活下来的儿子报仇。主子的心绪我明白，我想皇上也一定会把事情勘察清楚。不，我不靠皇上，我要自己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到了那时候，哪怕闹到殿上去，我也绝不会后退半步。我这样做错了吗？我问你，我这样做错了吗？可是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，不想帮我。我不是从前的慧儿，看来你也不是从前的表示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，天下刚刚安定，不能在宫城之内再起祸端。如果这件事牵连了皇后，而皇后又连带着朝廷上的首辅大臣，主子想想，那会出现什么情形？恐怕皇上又要左右为难了。为难什么？善恶有报，这是天理。可这事在皇家，所有的一切不是天理二字就可以明断的。我劝主子，还是以德报怨吧。你说什么？以德报怨？难道我的儿子就白死了？难道小陈护就白死了吗？可是冤冤相报何时能了？我这都是为了你想，为了皇上想，为了……恐怕是为了你自己吧。我……你什么？想当初我的孩子死于非命，你却帮着贺舍里把真情藏下来。现在小陈护死了，你又站在贺舍那边替他们讲话，好一位纳兰公子。我真正看错了你，我看错了你。主子，你听我说。够了！皇后试探，你还是在她的石榴裙下做个听话的八儿吧。你竟是这样看我？你走，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不可理喻？走！不要因为我纳兰慧儿误了你的情深。慧儿，我求求你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慧儿，我堂堂的贵妃娘娘，这慧儿也是你叫的吗？来人，把她押送给皇上。你们对皇上讲，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她。不管你怎么看我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我的慧儿。起来吧。
一腔柔情触壁而归，是不是心中已经有了一首情伤的好词啊？这一切，并不在奴才的意料之外。这就好。朕原本想，无论如何也要把陈护的死因查个清楚。但是听了你刚才和惠妃的那番话，朕倒真该好好想想清楚。是啊，天下刚刚安定，倘若这宫城之内再起祸端，你是不是在埋怨朕对你不信任？你应该明白，在这宫城之内，到处都是朕的耳目顺。何况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又大有道理。其实朕刚才让你去储秀宫，就知道你会后悔的。奴才无悔。你不后悔？如果皇上认为我刚才说的话没有错，那又后悔什么？如果指的是惠妃娘娘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她都是我此生此世最亲近、最牵挂的人。你倒是重情重义，但是朕还是那句话，兰兰信德，你今生今世迟早要毁在一个情字上。出去！你们谁也不许动他！出去！主子，皇上有旨，先把小阿哥升殓了。我的小陈护只是睡着了，你看他睡得多好啊！皇后主子说什么也不肯陈怜小阿哥，还是请嬷嬷去劝句话吧。嬷嬷，索大人在旁门等着您。主子，主子，是老奴该死，老奴做梦也没有想到，那不高的假山会要了小阿哥的命。我早就猜到了，这是上天的报应，是他的儿子向我来索命的。请主子放心，我会去陪他，我会替主子去照顾他，就请主子让小阿哥入土为安吧。
带他走。不要！我的孩子，我的成户，别带他走！不要带他走！成户，我的孩子，别带他走！我的孩子，不要带他走！我的孩子。宁嬷嬷叫了。是。宁嬷嬷，皇上传您去上房呢。宁嬷嬷，您快点儿。宁嬷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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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宁嬷嬷。陈户的事情，朕决定就到此为止了。你知道朕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吗？抬起头看着朕。臣明白皇上的用心。这就好。朕已经死去2个儿子，不管陈户的死因到底是为什么，朕都不想再次失去任何一个亲人。朕也不准这种事情再次重演。皇上，誉王爷回来了，还带回了上旨信。臣告退。等等，回去好好安慰安慰皇后。有一个道理你应该明白：皇后在，你所额图在；皇后的平安，就是你所额图的福分。臣不宣叩见皇上。二哥鞍马劳顿，快起来！广州业已平定，府道衙门各司其职，百姓安居，民生井然呐。好，非常好。只是青格，青格怎么样？臣派出探员200余人搜索，至今音讯全无。上知信呢？带进来。朕待你上家父子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可吴三桂的勾魂牌还是勾走了你们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你不惧死吗？臣无论反与不反，迟早难逃一死。为什么？夺了皇上所爱，还能逃一死？大胆！不全。好，那你告诉朕，青格儿现在在哪？他没有返回京城吗？朕问你，青格儿现在在哪？臣做梦都想见他一面。他是我上知县今生唯一愧对的。哼，听似情深，可你还是反了。这是身不由己，命由天定。你后悔了？悔与不悔都是没用的。上天让我遇到了皇上，让我娶了青格，这就注定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要是青格儿现在在这儿，或许可以救你。你放心吧，朕会善待老王爷，替你尽上一份心。谢了。青格儿到底在哪儿啊？莫非他真的会不在了？朕记得在鳌拜榻前，青格儿说过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为了他的阿玛，他也会好好的活下去。青格儿不是一个食言的人。皇上，奴才这就遣人再去查。不必了。顺其自然吧，朕有预感，总有一天，青格儿会出现在朕的面前。奴才一回来，就听见小城户的事情，不知道。二哥不必说了，朕现在还心乱如麻呢。皇上，贵妃主子要皇上进去讲话。二哥，你先回去吧，改日朕再找你好好攀谈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起来。你不找朕，朕也正想来看你呢。你们退下。皇上，陈护的离去让臣妾痛不欲生，是臣妾没有看护好他。臣妾愿受皇上的责罚，可是这件事情疑窦丛生。要讲的话，朕知道。那个宁嬷嬷刚刚悬梁自尽，失之的宫婢也已然身亡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到此为止？这样的大事就到此为止了吗？一个嬷嬷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胆子？皇上不能放过他们背后的主使。主使？臣妾认定，就是皇后和苏额图。爱妃啊，不要因为自己的仇恨，就把罪过妄加于人。陈护是皇后的孩子，就算有千条万条理由，他也不会参与这种事。至于索额图，朕没有找到他主谋的证据。证据？证据可以去找啊。臣妾实在不明白，死去的2个孩子都是皇上的亲生，难道皇上就眼看着他们百死不成吗？如果皇上还有什么顾虑，那臣妾自己把证据找了来。够了，
朕的心里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孩子。朕的肩上挑的是大清的江山。臣妾懂了，这就是皇家。哪怕是凤子龙孙死于非命，只要连上江山社稷这几个字，就只能冤沉海底。既然如此，就请皇上赐惠儿一死吧。贵妃，快起来。朕亏欠了你，可是纳兰说的那番话也的确有道理。你想想看。皇上不要听他。为什么？是臣妾错看了他。怎么看错了他？我原以为他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男人。难道他现在不是了吗？如今他只是个效忠皇上的奴才。他为了来看你，都放弃了朕给他恩赏的机会，对你用情之深，是大出朕的意料。想不到在你这儿，却吃了这样的闭门羹。真是没有你这样的硬心肠啊！要是有，你表兄恐怕也留不到今天。现在他后悔了。他在朕面前还是死硬的像块石头。朕真不知道像他这样的呆子，是可恨了还是可爱了。贵妃，如果朕现在要满足你一个愿望，臣妾无怨无悔。你不想再见见他吗？你没有什么话要朕带给他？皇后主子。皇后。皇后，皇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皇后，你……我是求妹妹成全的，让我随你2个孩子去了吧。是你杀死了他们，是不是你杀死了他们？可是你知道他们在干嘛？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们，我没有办法。他们是谁？妹妹，你什么都不要问了，我只求你成全我。好，你不说，我就杀了你。谢谢妹妹，我又可以见到我们的儿子了。他们在阴间太孤单太冷清，我这个有罪的额娘早就去该陪他们了。妹妹，不要让我再等了，动手呀！你已经是皇后了，你还有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的儿子？你为什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啊？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走到这一步。我从不想害人，
我只想让我的儿子成为太子，成为大清之后的皇上。早知道会这样，我才不当什么皇后，我不要什么太子。我会带着他远远躲开这一切，只要平平安安过上一辈子，哪怕是当个农夫。我对不起郑护，对不起你早夭的儿子。放开我，让我去死！我不要当这个皇后，我恨你们，我恨这宫里的一切！放开我！人死不能复生，也许我们的孩子正在天国眼望着我们注定要在宫中度过一辈子，那就只有好好活下去。我们还会有孩子的，只有好好活下去，没有争斗，没有血腥的好好活下去。哪怕是为了他。给皇上道喜，又是一位小阿哥。皇后怎么样？太后，太后，让臣妾看看孩子。把孩子抱过来。不要着急，好好休养，很快就会好起来。臣妾来日无多，谢谢皇上，又给了我一个儿子。有了他，也不枉我们夫妻一场。我只求皇上日后好好的待他。你放心，朕会保他一辈子平安。皇上如今有太多的女人，自然也会有太多的儿子。臣妾担心，
担心。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担心。朕已经给他起好了名字，叫胤仁。朕现在就下旨册封他为太子。朕就算有再多的儿子，孩子只有一个，将来他会承继大统，圆了你这个做额娘的心愿。这是真的。现在我就要去见我们的陈护了。陈护，我已经让他等得太久了。爱后，爱后，皇上，想死奴才了！小贝，过来，哥哥，你这看看，长大了，很傻啊！兄台，我们总算又见面了。路上舟车劳顿，先请皇上进府歇下吧。对对对，皇上，里边请。哥哥，来，走，兄台请。请。皇上请。老爷，你呈给朕的诗朕都收到了，看来这些年你的文才颇有长进。皇上夸奖了。朕来到这里不是为您到家里，你们俩都不
和朕虽是君臣，可也是结拜过的兄弟。不，那时候奴才不懂事儿，请皇上千万不要再提了。怎么，你不认朕这个兄弟了？哪里不认啊？奴才外放在外，越发感激皇上的恩典。这兄弟二字，奴才实在承受不起。你呀，还是得学学他。他在朕面前就从不结拜。这是皇上胸怀宽厚，奴才可不敢以宠失交，忘了君臣之道。皇上，看来奴才是不能再做下去了。子清兄，这些年不见，果然如皇上所说，大有长进。这倒让我想起那份免死诏书了。子清兄刚才说，外放在外，越发感激皇上的恩典，越发恪守君臣之道。现在一定想把那份免死诏书还给皇上了。这江宁织造非同小可，可见皇上对子清兄的倚重，绝用不到这份诏书。把它还给皇上，不是更显子清兄的忠心吗？倘若皇上下旨收回，奴才这就呈上。可是奴才实在想保存这份荣耀，直到带着他终此一生。起来吧，纳兰是在开你的玩笑，他那份已经烧了，现在只此一份，你就好好收着吧。奴才叩谢皇上。起来，起来。这份诏书也算是一份美好的记忆。想当初那些日夜，咱们君臣三人也着实不易。那是皇上独掌乾坤。好了，朕要先去和端敏好好说说话，晚上朕再听你讲讲江南的情形。这。哎，荣若，阿玛，你到哪儿去啊？当地几位汉人学子约而去清谈。到我房间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荣若，我们半家在外，要格外的谨慎，不要再和那些汉本人拉拉扯扯。你看曹寅，当初也是个侍卫，现在干得何等风光！江南织造虽说官职不大，可却是要职。他掌管着朝廷里1/3以上的税收，在江南是皇上的耳目。可你呢？一贯的意气用事，到现在人各有志。什么人各有志？为官才能报国。自从索额图辞官之后，为父感到越来越不轻松了。因为阿玛直接面对的是皇上，皇上的心思缜密，行事严谨，这差事一天比一天难当啊！阿玛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要你利用这次南巡的时机，得到皇上的宠信。真有一天，皇上重用了你，咱们父子联手，朝廷的事情就好办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而不止一次得罪过他，逆境时皇上自然宽厚。可现在天下大定，皇上的威望如日中天，这一笔笔账，他的心里绝不会忘。所以叫你服输啊！你要认清自己是个奴才。听阿玛的话，找个机会向皇帝请罪，请他放你为官。为什么？而不是曹寅。你怎么就不肯替阿玛想一想呢？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他一身傲骨呢？索额图是皇后的叔父，还有太皇太后的支持，可他为什么最后不得已辞官避祸呢？还有鳌拜。他是先帝的托孤重臣，他的功劳无人可比。可他的下场又怎样呢？
都是因为得罪了皇上。你不是不知道，我们是叶赫金太极的后人，你额娘的家事与多尔衮有牵连。如果我们不倍加小心，恐怕下场甚至更惨更甚呐。柔若，你听清楚了吗？阿妈求你了，听我一劝吧。阿妈求你了！哎，阿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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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必这样。阿妈，阿妈的话，儿记下了。